輸出句子喺 C 裏面要做輸出嘅話呢，我哋可以用 printf 嘅句子。咁 printf 係通常會有個 bracket 啦，亦都有個雙引號嘅。咁雙引號中間嘅字呢，就會印出畫面度噶啦。咁我哋試下行一次睇下。我哋可以撳 F9 去執行。執行嘅結果就係呢，姓名陳大文印咗喺畫面上面啦。如果喺畫面印多過一句話，我哋點做法呢？我哋可以睇第二個 program。咁我哋可以嘗試用兩個 printf 去做。咁執行嘅結果呢，我哋見到姓名陳大文啦，年齡16歲喺畫面出現啦。咁但係兩句呢出現喺同一行喎。想佢分開兩行，可以點做法呢？我哋睇第三個 program。咁原來喺 C 裏面呢，我哋只要加個斜 n 落去呢，佢自然就落下一行噶啦。咁我哋執行睇下，結果出現咗啦。咁你分開咗兩行。咁原來呢，喺陳大文之後呢，見到個斜 n， 咁斜 n 呢就會落咗下一行噶啦。咁16歲之後呢，有另一個斜 n， 咁於是個游標呢，個 cursor 就落咗第三行。咁今次呢，我哋試下印多幾行，而且呢用兩個斜 n， 咁結果會點呢？當段印咗陳七之後呢，見到個斜 n， 咁所以呢就落咗第二行。咁年齡16歲之後呢，就有兩個斜 n， 咁於是呢個 cursor 呢就落咗第三行，然後第四行。咁之後呢，就再印埋張三同埋李四啦。咁我哋總結翻呢 printf 呢就有個雙引號嘅，雙引號中間嘅字呢就印出畫面度，逢係見到斜 n 呢就落咗下一行。